傳承係由日常嘅小事開始。係媽，你哋整緊啲咩啊？有條 fuse 啦。如果植物都識得發電就好啦。你呢個諗法好有創意啊！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。呢間鋪之後都留俾你，到時你慢慢發揮啦。其實傳承唔一定要等將來啊！佢而家咁有諗法，不如早啲支持佢啊！AXA 安盛勝利2儲蓄保險系列，持續為你嘅財富增值，以信託形式助你及早傳承，為實現至愛所想。越早計劃傳承，就越早見證成果。1、2、3，哇！家姐好叻啊！哇！可以為3位至愛自製穩定現金收入，仲有多達9種貨幣俾你靈活配置資產。由而家開始守護至愛，令佢哋嘅夢想喺當下綻放光芒。家姐我整㗎。財富增值，見證傳承。AXA 安盛 ，Know You Can。AXA 安盛產品表現超卓，以雄厚實力守護每位至愛。立即投保，享總優惠高達首年保費80%。